最近呢，有一群维吾尔侨民发起了一个挺有意思的项目。他们想干嘛呢？他们想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解读《古兰经》，让这部古老的经典能真正回应咱们现代社会的一些需求。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叫巴扬的项目。顺便说一下，巴扬这个词意思就是阐释或者说明。你看这名字起的就挺直接的，对吧？你看这句话说的真的挺狠的，也特别到位。他一下子就点出了这个项目的核心动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觉得现在大家用的这些解读方法可能根本就不适合他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独特环境了。所以这就引出了一个特别核心的问题，也是这个项目想要探索的。你说一部经典的文本能不能为了一个特定社群的特殊需求有不同的解读方式呢？这会带来什么？而这个古兰经巴扬项目说白了就是对这个问题的一次非常大胆的尝试。好，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项目发起人给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他们管这个叫借来的视角。意思就是现在市面上主流的那些对古兰经的诠释压根儿就没能真正服务于维吾尔人当下的实际需求。他们具体怎么说呢？他们认为现在咱们看到的大多数古兰经的翻译和评注其实都是透过一层滤镜的。什么滤镜呢？就是阿拉伯的文化和历史视角。你想想这些解读本来是为了解决那个社会那个时代的问题而产生的。所以呢，当你要把它硬生生的套用到当代维吾尔人面临的那些完全不同的挑战上时，那感觉就有点格格不入了。这么一对比，大家可能就更清楚了。你看，一边是以阿拉伯为中心的视角，它处理的是阿拉伯历史上和社会上的一些特定问题；但另一边呢，是维吾尔人现在所处的语境，他们面对的是非常独特的政治压力，急需的是能解决当下问题的特别切合实际的方案，这完全是两码事儿。所以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古兰经巴扬这个项目就出现了。他们的核心使命其实说起来很简单，也非常明确，我们不是要改经文，绝对不是，我们要做的是改变经文的应用方式。这里有个特别关键的词叫 tabik， 翻译过来就是应用。他们反反复复地强调一点，神圣的文本本身一个字都不会动，这绝对不是什么修正主义。但是文本在现实生活里到底怎么用，这个实际应用必须得跟它所服务的这个社会这个环境紧密结合才行。那好，这种新的应用具体要用在哪些地方呢？他们圈定了4个最关键的领域：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还有民族认同。你看，这每一个可以说都是现在维吾尔社群最关心也最需要指导的现实问题。而且为了保证这个事儿能做好，避免出现个人偏见，他们还特别强调了这次项目的一个不同之处。以前呢，很多翻译都是某一个人单独完成的，对吧？但这次他们搞的是集体合作，就是希望把大家的智慧都汇集到一起，最后得出的这个诠释能更全面、更靠谱，也更能代表整个社群的声音。好，说了这么多，这个听起来挺宏大的构想，具体要怎么落地呢？别急，他们已经规划好了一整套新课程，这就是他们的路线图。咱们一块来看看这里面都有哪些关键步骤。你看这个课程规划，它的逻辑其实挺清晰的。首先第一步，先打好基础，从历史入手，分析各种信仰和意识形态都是怎么来的。然后第二步，咱们深入文本，去找到古兰经里面那些能把全人类团结起来的核心原则。接着第三步，学以致用，研究像摩西这样的历史人物，看看他们是怎么在危机中领导一个民族的，从他们身上学点经验。最后也是最关键的第4步，就是把前面学到的所有原则都应用到现实里，去构想怎么建立一个现代公正的社会。你看，这不就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完整路径吗？所以说前面所有这些步骤，其实最终都指向了一个更宏大也更根本的目标。那是什么呢？就是塑造一个全新的民族认同。他们希望把信仰变成一种工具，一种力量，来推动整个民族的复兴。听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了，这么强调自己的独特性，这是不是要在不同的穆斯林社群之间制造分裂啊？你别说，这问题问的还挺尖锐的。
当然，项目发起人也想到了这一点，他们也对此做出了非常直接的回应，就是为了澄清他们的真实意图。他们的回答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用了一个很强的类比。他们说，先知帮助阿拉伯人成为阿拉伯人，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必须帮助维吾尔人成为维吾尔人。所以你看，在他们看来，这根本不是什么鼓吹分离，这恰恰是在培养一种真正植根于自己文化、一种独特而且强大的身份认同。所以他们一再的澄清和强调，这个项目的目的绝对不是要跟任何团体去对立、去为敌。他们的重点是向内的，是向内扎根，是为了滋养和强化自己民族的文化和精神根基。那么这就把我们带回到了这个项目最核心也是最引人深思的一个问题上。一部古老的经文，它真的能成为一个现代民族的蓝图吗？这个问题，古兰经巴扬项目正在用自己的行动去尝试回答。而这个答案，不管最终是什么，可能都会对未来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